为了你们而来。真的假的？我100年没有进场了，没有进到展场，对不对？很久没有进来，这都是我的小女神们，小女神，大女神带着小女神来了，送我的笑声好了。笑声就是我会送一个瓶子，然后里面会装满我的笑声。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听你的声音，就把它打开来就好了。对，就是这个，很可爱吧？这个是什么？里面已经装进去了吗？没有，我现在就要立马装啊！来哦，1、2、3。那 Vivi 呢是一个全新的正妹社交 APP 哦，让所有人呢都可以在上面排出自己最心爱的女神。那 Vivi 的2选1机制呢，让所有的使用者更容易做决定。然后呢，我们的平台其实也是非常的公正，让女神们也可以更容易的招收粉丝跟粉丝相遇。所以 Vivi 其实不只是一个社交平台，更是一个拓展自己品牌，然后踏入亚洲各国的一个契机。我们 Vivi 最特别的地方是我们已经进去了亚洲非常多的国家了。现在除了台湾之外，还有越南、泰国，还有新加坡。接下来要进去那个马来西亚跟韩国哦，所以我们上面会有各国的女神让你来玩。所以你遇到的人不会只有台湾的女神，而是全亚洲所有的女神都在这个平台上。OK， 所以现在 Vivi 出来了，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来我们平台上当评审，来帮大家选出真正的网络正妹、网络女神。